如果我同你講10年之後，你依家每個月辛苦供緊嘅教育基金，可能係賭錢落海，你會唔會覺得我危言聳聽？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你嘅家庭理財顧問。最近同好多中產父母傾偈，大家都話有啲焦慮。佢哋唔係驚冇錢，而係驚死啦。ChatGPT 咁勁，Sora 又出埋我個仔女，將來會唔會一畢業就失業？所以我今日唔想同大家講邊隻基金回報高，反而想講一個比錢更重要嘅投資概念，就係點樣喺 AI 時代訓練自己同下一代嘅生存直覺。其實做理財顧問咁多年，見過咁多中產家庭，我發現大家最焦慮嘅唔係錢唔夠，而係驚被淘汰。以前我哋覺得讀好書、考個牌、入大公司就係鐵飯碗，但依家 AI 寫文案快過你，畫圖靚過你，甚至做數據分析都準過你。好多中產父母最驚嘅係原本引以為傲嘅專業知識突然變得唔值錢。如果世界變咗，但我哋仲用緊舊嘅思維去規劃財富同教育，咁我哋留俾下一代嘅可能唔係資產，而係負累。咁我哋可以點？係咪要更加瘋狂咁補習，定買更多保險？其實真正嘅護城河唔係你識幾多知識，因為知識 AI 都有。真正嘅護城河係你可以做幾多 AI 做唔到嘅嘢，而其中一樣最難被取代嘅就係勇氣。面對未知，唯一嘅解藥就係逼自己做你最驚嘅事。舉個例，好似我依家拍片咁，其實我都驚㗎，我會驚講得唔好，驚冇人睇，驚俾人笑。但係 AI 時代嘅生存法則話我知，只要你肯 show up，你就贏咗一半。點解？因為 AI 可以生成無數個完美嘅方案，但佢冇辦法肉身去經歷失敗。當你逼自己去做一件驚嘅事，例如公開演講、學一樣全新嘅技能，甚至係主動去同一個陌生人傾偈，個結果係點其實唔重要。只要你肯 show up、肯露面、肯承擔個結果，無論好壞，你就已經擁有咗 AI 做唔到嘅嘢生命力。因為 AI 唔識驚，亦都唔會從失敗中成長，但你會。重要嘅係喺個過程裡面，你個腦會分泌多巴胺，你會學識點樣處理恐懼。呢種反脆弱嘅能力係 AI 抄唔到嘅。你試過一次，不問結果，只求出現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個世界唔會因為你失敗而塌落嚟。呢種自信先係你最寶貴嘅資產。講返理財，好多父母問我教育基金點存，我會話錢係要存，因為錢係底氣，但我哋更加要用呢筆錢去支持仔女去試錯。以前嘅教育基金係用嚟避險，供佢讀書求安穩，未來嘅教育基金應該係風險投資，俾個仔女去創業，去做啲大膽嘅嘗試。話俾佢哋聽，阿仔阿女，你去試啦，就算輸咗，爸爸媽媽幫你規劃好嘅家庭基金可以幫你兜底。呢個先係家庭理財顧問存在嘅真正意義。我幫你搞掂個底，等你同你嘅家人可以無後顧之憂咁去衝，去試錯。如果你都想為家庭建立一個可以抗 AI、可以支持仔女大膽追夢嘅財務護城河，歡迎留言或者 DM 我。我係 Candy，陪你喺變動嘅時代，到最穩陣嘅依靠。下次見。